好，大家好，我係經師傅。今年1980年庚申年出世嘅朋友嘅運程啊，喺2026年丙午年嘅運程咧係如何嘅咧？首先咧就合嘅，今年咧個人好聚，好踏實，好貼地，好實在，好知道自己要啲乜嘢，但係咧就比往時咧暴躁、火爆、急趕快，咁咧就急趕快。就好容易咧會有扭親啊，急趕快好容易會快過龍啊，行路唔帶眼會撞親啊，所以咧容易有血光。咁所以咧就會建議朋友咧1980出世嘅朋友咧去正月16打後盡快咧去做個 body check 或者捐血 body check 抽血 body check 認咗個血光佢或者係捐血啦嚇。另外咧今年除咗急趕快之後咧，啲頭腦靈活喎，生猛嘅喎嚇，好想周圍擠嘅喎，好有動力嘅喎，責任感就比以往強，亦都可以認為責任感比以往大啦。另外咧就有啲舊有嘅固有不嬲都有嘅一啲壓力咧，對你嚟講仍然喺度。每個人都唔同嘅，可能係人際，可能係感情，可能係婚姻可能係工作仕途，每個人都唔同嘅。仲有咧，今年咧嗰個專心嘅程度咧比較難啊，好難去專心處理，成日容易分心啊。好啦，仲有外間嘅壓力令到你經常會東奔西跑，定唔到落嚟嘅，會有機會走嚟走去。咁所以咧呢一個係對你嚟講係壓力嚟嘅。咁好在係咩咧？好在係你嘅宮位今年咧好有力量，好有能力啊！即係個月亮俾咗好大嘅能量嚟嘅。所以咧，你嚟黑我咩？唔怕，即係等於李小龍，我叻㗎，我好好打嘅，10個僆仔嚟都唔夠我打嘅。咁嗰個情況，所以嚟黑你嘅咧，你可以輕鬆地解決，或者你選擇直唔理佢。好，但係咧話時話，今年咧都仲有啲口角啊，是非先。是非跟住口角嘅，最尾係最嚴重咧就係官非啦。咁多咗是非，咁由於你係好旺嘅，佢就唔會搞你，只不過可能喺你身邊啦，支針咁樣有啲是非喺度啦嚇。壓力就工作上面，我相信係有啲對你嚟講有啲壓力啦嚇，即係或者係呢個是非上面對嚟講有啲壓力，但係我覺得係因為你太旺啦，有冇幾罐 Red Bull 咁，你就係太強啦，所以咧只係要注意一下。急趕快或者有血光嘅情況啫。好，工作運對你嚟講係咩咧？佢嚟黑住你，但係你又好旺，都係嗰句，又唔怕旺，真係大晒。壓力有嘅，但係嚟啦，好易啫。你咁嘅情況解決咗，麻煩係有，但係你就好容易去解決咗佢。仲有上司關係同你比和嘅可以嘅，叫做佢唔會搞你。同你幾 friend，不過佢成日都唔喺工作崗位，或者你同佢接觸嘅機會相對細咗啊。一來遠，你同佢兩個宮位遠，二來佢空亡，即係佢冇時間搞你，佢自己都冇時間自己工作都處理唔到不滯，所以就好少去搞你。亦都有協助，你需要協助嘅時候，佢會俾協助你嘅，但係你太旺，能力好強，所以今年就冇乜太大需要去揾佢協助。仲有財運，今年財運好好，咁耐以嚟我睇由1966年睇到1980年，你一個財運係最好嘅。今年一來合，二來財帛宮自身位同宮，哇，仲要旺，咁你今年咧恭喜晒，財運好好。而家個世界咁嘅境，呢個經濟咁嘅境況，你嘅財運好好啊！好恭喜晒，咁自己去處理，但係我唔建議高槓桿，任何情況、任何時候都唔建議有高槓桿嘅金融投資都係穩陣投資寧願賺少啲都唔好蝕得多，我不嬲都係咁樣諗嘅。跟住去到感情啦，感情就又好好又穿宮透氣喎，兩公婆咁好好 very good 冇問題，又好好，樣樣都好到健康咧，健康又好好哇！今年你真係贏晒，1980年出世嘅朋友，好好今日恭喜你咁多年咁66年到而家都係你係最靚嘅，暫時一個。好啦，咁恭喜晒先，好嘅又唔使咁咩講嘅，唔好嗰啲咧就要講多兩句，點樣趨吉避凶係嘛？
好啦，1980年跟新年出世嘅朋友咧，大家可以幫我點個讚啦，俾個 like 我啦，或者關注我啦。想知道今年專為你而設嘅奇門遁甲布陣係點樣布嘅咧？點樣可以幫你趨吉避凶咧？你可以喺留言區嗰度留言，我想知點布陣，我會揀啲有緣嘅朋友咧，話俾佢知點樣布陣嘅。好啦，咁喺度祝大家咧新年進步，身體健康，事事順利。